里呀？你是不两个老总是吧？对呀，这2个病人干嘛的？这是哪一个？这是那个孕妇，你是买4周了是吧？对呀，我看过你那前天晚上是我看的。好，还有我去找一下。好，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抗体是个阴性，我就把你收住院在。因为这个东西，因为你 CT 确实报的是一个明显，按以前的诊断标准有一个临床诊断 CT 就是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慎重，因为我还保证我在院的病人是安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互相理解。师傅，按开镜了，你们按开镜了，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。我也一起做。你也要做呀，都得做。能不能稍微保护一点那个肚子呀？会的，会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没有任何症状。没有，不要再接触你的老公。他应该是没有问题啊，因为我爸妈也。你不用紧张，他是没有症状，有可能是一个轻症，不紧张，没关系。首先，现在第一个建议是你老公是在做医院治疗。第二个，你叫王楠对吧？哎，对。给你开入院证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你跟我一起上去吧，好吧？家人老公都要，我们都挺注意的。就是我现在老公他显示可能跟他抽烟有关，他就右上肺有点感染，然后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开始疼了。有这种问题，你换一个禀赋啊，然后他的话开到急诊科去看能不能开核酸，我们这里是一律不让开核酸的。喂，哎，你好，冯部长，是这样的，我是那个妇产科，现在就是有一个孕妇她要分娩了，她已经见红了，然后呢，她就是老公呢，查的 CT 呢。就是很典型的病毒肺毛膜样改变，然后她这个孕妇呢，她查的结果都正常，像这种的话，她应该下一步该怎么搞？对，对。喂，我下来了，就在哪里啊？这里。我要转到民康路去了。你要给我1-2米远。那你2个你去吃饭呢？我能不能去啊？再见。你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啊？拜拜。好。要就诊卡吗？觉还好，知道吧？但是片子有一点不好说，所以说得隔离几天排查一下，然后3天之后看到时候重新复查一个，是不是？这些东西我们会派专门人跟他收拾。你要有东西的话，你给我们交，你也比较安全一些。没事，我跟他天天生活在一起，我点好的。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最好还是。知道，我先不放进去就好。你先不放进去好不好？怎么可能有问话？检测5、6次核酸都没问题。那为什么就今天没有昨天疼呢？不知道呀。转回去了，真的就转回去了。昨天就是个诈糊。他肯定是宝宝说要等着爸爸过来。要零容，所以你还差40个俯卧撑。等你再长长一点，我托女王再展一手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宝宝的胎发我也跟他剃掉。经常会感觉到他的脚是在这里，然后他的头是在这里，因为他大哥的位置在这里，那说明
他还要再往下走一点，所以他的体型是这么大的。医生给我量那个宫高嘛，他说天哪，你这要是巨大的，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控制。薯片就你吃，我不吃，我看着你吃薯片。你想回武汉了吗？还要等新型冠状病毒来源过去了，我才可以回来呢，你都不知道。你帮我说好复习一下。放火。好吧，周雨熙，看你玩的都忘了你妈了，你还知道谁是你妈吗？哎，你想你妈了吗，周雨熙？拜拜，妈妈。你就拜拜了，你太伤我心了，周雨熙。好了，拜拜。最后的 B 超给我看一下，你看你是多大的运动？他的别的都是好的吗？不好的。你先在这儿等一下，因为他要去打，我从吴淞回来了之后的话，发现昨天的都是假性宫缩，今天的都是真的，因为整个肚皮全部都是紧又胀。你已经联系好了？就是现在联系好没有？现在联系好。对，你现在联系好吗？我们就好跟跟时不时联系，他来好接你。对。就是这样子一个流程，有2公分的是吧？你们那手指怎么样？他马上上来找我，他们。我儿子。他不打就跟他说呢。老公呢？老公来不了。家人就你一位是吧？哎，家人我一位。你明天8点钟左右或者8点之前，你给血库打个电话，先要1人份血小板回来，然后呢确定他另外一份。明天手术，明天11点钟左右。明天麻醉的教授也会给你谈话签字的，告知一些相关风险，比如血小板减少啊，还有他麻醉的风险，包括他心脏病的问题，有心衰的风险，包括他系统红斑狼疮头引起的一些并发症，他可能都会给你交代。睡了吗？付啥嘞？来，人是正的，不哭不哭，哎，别哭了呀，你哭的让人都心疼了。你来，给他安慰一下。你是害怕吗，还是什么？跟我讲讲好不好？是不？不害怕，有我们在呀。我们明天都是最好的专家教授在这里，不害怕了。好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好。乖乖的。哎腰好酸啊，打无痛的地方。现在7点半了，我估计如果说我很顺利的生的话，中午应该能生出来。如果不顺利要转剖宫产，那就嗝屁了。让他常规量体温吧。好，量体温的。夹在你的右手。就是刚才那个王曼，他在楼上的时候，你们看量体温都是量了多少啊？我这下来给他量37.2嘞。这个是导出其实是有风险的。怎么说会有风险？还不正常的。以及坐电梯、手使来回、出出进进，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发烧是因为你破水了，引起了一个潜在的感染。产妇发烧了，对肚子里宝宝是有影响的。我跟医生说一下啊。为了宝宝，先顺就顺，实在生不下来就剖，我是这么想的。
妈妈真的很伟大，我觉得。反正现在该遭的罪都遭了一遍了，哦，就差剖宫产了。我啥时候能生啊，医生？你还早，虽然潜不去。还是潜不去。不疼的时候，反正你就睡一下；疼的时候就深呼吸。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啊。不要怕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有么事情就跟刘伟第一时间打电话。好，对。加油啊！好。再打针是吧？还在打？你是没有帮啥？放松啊，放松，没事啊。待会儿感觉可能还是会有的啊。1、2、3，3个有问题。1、2、3，再点，别打，整个点一遍吧。哎呀，好呀，这不行，这个肯定是搞出来。脑门也大。哎，你看这好无劲啊！但是吸过来有的话。赶紧。手不进去，脑门有点大。准备宝宝啊！放了，好了，宝宝马上就是。现在应该已经拿到宝宝了。2个肩膀都出来了，吃了。还没到。好，好。好，10块钱。来10块钱。来，5个钱。来给。好。这样子吗？对。好大呀8斤3两。好，不大，我知道是，我们以后是大长腿，开玩笑是不是依依？点到。你看一下宝宝吧。先看我。先看我。卡住了。几斤呀，宝宝？宝宝8斤3两。我们8斤3两，一点都不胖，是不是啊？反正你行。你哭了没有啊？你应该这个时候流下激动的眼泪。从你进来到我就就来回走。心里总在踏实。你从一开始检查到你最后经历整个生育的过程，其实老公一直都是不在你身边的，那你心里会觉得很失落或者怎么样？你现在一说就把我说的有点了，肯定会有一点。所以说要自我调节啊。除了坐月子期间是不能哭的，所以随时也调节好。然后他的出我妈昨天一个中转的，宝宝有8斤3两。吃我的奶，就只吃奶瓶。不是，现在是这样的，你每次喂奶之前先要吸妈妈的奶，3个小时以上。好，你正常饮食了啊。我一直正常饮食。是的，好好给他喂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在这个疫情期间，每天你都会看到死亡率。
但是有这些新生命的诞生，所以呢，它就还是保持着这样子一个平衡。那谁来做这个出生的这个工作？可能是我们的产科医生、我们的助产士，还有我们病房的这些护士，来保证它这样的一个运转。哎呀呀，快点那马，你看那马长得多好看，你看看。来了，我戴着口罩在，还长得多好看！您这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？Hello， 周雨熙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消灭的差不多了，你啥时候准备回来呀？明天。明天？你奶奶把票。再延几天？你不回来看樱花吗？老早回去，那还能教教那个孩子。啊，武汉变成一例了。我说卓布在复工复产呢，反正应该快了，至少看到曙光了。行，我得做饭了。好好好，那就这样子，拜拜。天使宝宝，我现在就不理解他这个在搞么子？你是不是想讲话？孩子喊毛子。你在什么？好疼啊！好疼啊！头昏眼花。转弯弯。乙这个名字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的那个乙。刚刚好他要生的时候啊，差不多是那种疫情呀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然后那个乙字嘛，就代表一切的希望，一切万物复苏的那种感觉。你还是有点重的哟，宝贝，有西瓜那么重。等着我们夏天就可以吃西瓜了，让你看看西瓜有多重，好不好？让爸爸一个手抱着你，一个手抱西瓜。好。慢点啊。哎，慢